對於車有嘅呢個問題，我到底用唔用阿比克字呢？其實嚟我哋度翻新嘅車，大部分都係情懷老車、古董車，又或者係老爺車，所以有生鏽甚至鏽穿都係好常見嘅。而我哋嘅同事個個都有超過15年嘅汽車維修經驗，有啲仲係專注做老車若干年。呢啲生鏽鏽穿對佢哋嚟講唔算咩難事。好似呢架 R107咁，嚟嘅時候兩邊裙腳同埋車頭都已經生晒鏽，甚至鏽到穿晒，所以師傅要先對嗰啲位置進行打磨，將所有鏽都清走晒佢，然後根據鏽穿面積剪裁一塊新嘅金屬板，再用焊機將呢塊板焊上去。你哋係咪以為咁就可以進入噴油環節呢？咁就錯晒啦！新板焊咗上去之後，師傅仲要對焊接位置進行反覆打磨。期間要換唔同嘅工具，確保焊接位置同原車身位置嘅平整同順滑。睇落係咪好簡單呢？但你哋又知唔知成個過程入邊，師傅除咗要細心填補焊縫隙同密封孔洞，防止水分進入，係每次施工前仲要擦乾淨金屬面，將油污同水分抹走，咁先可以確保焊接效果。